前总统马英九4月初1要到中国来访问，外界关心一个问题：马英九甲习近平是毋是有机会第二届来会面？即摆有消息来指出，讲因两人第二届的会面就定伫4月初8，到有影哩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炎讲，相关的行程还咧安排，目前也未定案。也毋过当然希望有机会会当甲老朋友过来见面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，希望马英九前总统会当伫习近平先生的面头前讲，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2015年，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伫咧新加坡见面，9年了后，这个会面敢有可能再来一届？因为马英九会伫咧4月初1再在访问中国。一别9年嘛，我觉得马前总统当然会希望能够跟老朋友来碰面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是客人，所以一切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。今日见面，马办无说明11天的行程，主要是要带领青年学子到广东、陕西、北京来参访。除了拜访当地企业，嘛会出席祭皇帝陵大典，嘛会到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等等。马办是定调做和平旅行。若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昨昏用咱欢迎马英九先生带团来访，而且表示会做好来访的活动安排，让马协会留一寡空间。即马阁传出两个人会伫8号见面，不过马办是回应行程阁伫咧安排当中，也未确定。如果有2次马习会，你乐见吗？我希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，万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，他能够在习先生的面前来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不过马英九去的这个时间点，唔那是准总统赖清德上任进前，甚至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13号才到中国交流。即嘛传出党主席朱立伦嘛会按算伫咧今年到对华来访问，敢若嘛是暗中伫咧比拼。第一次马习会的时候，它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取代原本这个所谓不存在的9·2共识。所以以这个第2次的马习会来讲，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共识的建立，会带来我们怎样的一个法律上的危机。马前总统这次的出访是否能够替两岸之间稍稍的降温，也相信是马前总统的这个初衷哦。拄好等到政权的转换，前总统的所有动作，定着嘛影响到两岸关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